且你嫁出去的查某囝若要转来外家，啊，这个查某囝吼，伊若无法度转来的时阵，伊会用什么物件来代替伊转来？我感觉是水呢，我感觉是水呢，嫁查某囝是安尼挂水啊，转来就接转来啊。安尼因听到因会学咱的答案。哦，感觉是比无差。我感觉是找人等去好啊。但是找人等的这足奇怪啊。对啊，伊也毋是兜囝啊。来，开始地哦，要调，紧的哦，时间差不多哦。恁丈人吧，丈人嘛，你等啊嘿。哎，干啥？代替等去。对啊，老师，对啊，老师讲咧，老师会咧找人等去啊，老师笑安尼敢无？我甲你讲啦，若是讲这风俗哦，阮家有4个是出嫁啦，我都无你惊咧。来，起码要缀倒位？因为我嫁安的时阵吼，嘿，啊拄啊，等于都厝边尔，逐工无找你嘛，等去啊恁咧。我们逐工等去，刚刚行到哪里？水啊，画出去的。啊你咧？主是妈妈讲水。咪哦，啊大声袂要紧，已经缀了，就甲咱偷听。已经对了，对。悄悄话。你感觉啊啦？用 A 调 B 啊。哎，跟咪啊，这个妈妈咧。好啊，A 个 B 底较济。安咪得较济。 A 3个。来，你来把这答案是啥？啊，无算啦。好，老师请解释，老师请解释。好，来，老师。查某囝嫁出去，当初真正是泼出去的水，啊，其实拢是妈妈的疼心啦，拢足欢迎你回来。啊，你若真正无用甲3冬无回来，咱这文化内底无三不成礼，所以3届的足济啊，啊，人会感觉你讲陪祖，就是无要想外家啊。人讲头毛白洗洗，较想嘛是外家，啊，你无要想啊，就是陪祖袂使。所以要安怎？要第3年的时代紧解决啦。啊，伫咱的文化内底，就是讲衫会当代表咱个人。囡仔去收惊，有当时嘛摕衫去，所以你着甲你的旧衫哦摕倒来厝里，安尼就表示你有倒来啊。毋过若是有时间，就真正爱紧倒来看爸母安尼。嘿，对。所以答案应该就是衫。